来去踅万丹乡，作者黄惠玲。大家若过来万丹，拢会想到红豆仔，无毋对。万丹的红豆仔，逐粒饱满，无论是煮红豆汤，也是做红豆饼，拢足有滋味，阁好食。毋过，万丹除了好食的红豆以外，阁有臭豆腐、羊肉炉，阁有薄冰，这拢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上出名。另外，阁推荐大家景点，就是年火山甲牧场，拢是真适合亲子旅游的好所在。欢迎大家若有闲，做伙来万丹踅踅咧。